真多社会顶，互我这个机会吼，当甲各位遮分享一寡关系老人信仰的话题啦吼。嘛真欢喜看到咱中间有真侪较年轻的人吼，会兄弟不要紧吼，因为咱每一个人吼，拢有机会会变做老人吼。像圣诗安尼讲圣诗讲382首吼，有一句话讲，啥时做细囝，10000年久变老人。所以着爱惜光阴，珍惜青春，少年人吼。好，就先来开会再讲一个10000年久变老人。一个小笑话讲，有一个人吼，有一撮自私的退休人士啦吼，伊讲想要把握这段退休的时间，好好来享受伊逍遥自在的快乐生活。所以呢，伊讲吼，有一日吼，讲无意中吼，伊捡着一个阿拉丁神灯啦吼。阿拉丁神灯吼，照迄个例来讲吼，伊拢会问讲，迄捡着人讲，你有啥物愿望吼？你一个愿望安尼。即个60几岁的老先生吼，心肝安尼想啊，伊讲吼，我即摆已经退休啊，有钱又有闲吼，应该来要求有一个年轻美貌、身材苗条的美女来陪伴我身躯边吼，互我会通伫个温柔乡来享受下半场的快乐人生啊。所以伊就甲迄个阿拉丁讲 ，OK， 我的愿望吼，就是讲互阮太太吼，比我较少年30岁安尼啦。阿拉丁讲 OK， 没有问题。点安尼，一声了，这60几岁的老先生哦，10000年久，随时就变做90几岁的老先生。照伊的愿望，伊比因太太因太太减伊30岁吼。无好笑。好啦，无好笑，我加强。讲吼有一间教会哦，新上线啊，有一间教会讲牧师哦破病啊，毋是讲咱教会哦。讲吼，所以临时讲请一个长老吼来代替讲台啦吼。这个长老吼是有出名安怎只？麦克风若起来吼，就袂记即人去放落安尼吼，没完没了安尼。所以吼，伊去讲台徛咧讲台时，放眼一看吼。挂时间看话，才来10几个人尔，伊挂无想法。伊吼做懊恼，着做迄个团队组长老来讲吼，伊讲，今仔来听讲道人遐尼少吼，难得你无事先甲会友通知讲我要来尔。迄个长老讲吼，无啦，阮真正无共通知啦，阮无通知讲你要来，但是可能消息去互留去迄款啦。无好笑。OK， 好啦，当然无好笑，啦。咱即摆医学发展吼，环境卫生会进步，所以吼，咱人的岁数比以前拢增加足侪。年岁大吼，身躯的机能嘛会产生一寡变化甲衰退啦吼。上明显的就是健康会出问题出来。我喙会打我恁做啦，对吼。所以年岁济吼，身躯就会衰退，爱会变化。所以万般皆下垂啦吼，唯有血压高。3不5时吼，就爱行病院看诊所。医生就交代讲，你药丸照3顿食吼，一摆食150粒啦吼。听无吼？一摆食150粒。讲个啥讲？迄顿吼，身躯怎比药管啊？正是一摆食150粒，是讲食150粒安尼啦，挺好吼。所以老年人吼，年岁大个人吼，身躯爱特先顾好，因为吼，咱年纪若较大，咱就袂当像迄少年人吼，遐尼耐操啦。无论咱咧工作啦，咱咧整修房屋啦，咧整顿环境啦，也是看电脑、滑手机啦、扫麻雀啦、算股票啦，拢爱注意时间，爱有节制，绝对袂当废寝忘食，袂使日无食，暝无困，也是日无困，暝无食吼，体力透支吼，就失去健康，得不偿失啦吼。所以世俗人有安尼讲，讲老人有4好啦吼，
有4个好啦，4好啦，4个好啦。谢小人讲安怎你知道？伊讲吼，第一，身体健康照顾好好；第二，讲流汗感情照顾好好；第三，讲知己的朋友照顾好好；第四，讲老本嘛爱照顾好好啦吼。啊，但是咱基督徒吼有3个佫较好。咱第一就是讲信主耶稣灵魂得救，真正好。第二，参加相连团契，彼此服侍，彼此听心好。第三，宣扬福音，互人归主，这是天国上界贵重的宝。这咱基督徒甲世俗人无啥相像啊。咱当今的世界的文明国家，因为社会福利甲医疗保健的进步，所以真侪老人吼，身体伊保养了真好势吼。虽然是60、70岁人，啊，犹原还佫真健壮，体力充沛，健步如飞，亲像咱的会长安尼，60、70岁人身体有够好，啊，真侪70、80岁人吼，嘛还佫老当益壮吼，精神焕发，气色袂歹吼。所以吼，现代人就安尼讲啦吼，讲30岁，30才出世，有听过无？啊，40还困伫摇篮呢，50是婴儿，60还佫是小老弟，70人生才开始吼，80无稀奇啊，90世间满满是，100岁欢喜笑嘻嘻吼。进入正题吼，头先咱有一张迄段吼，咱请来看第一。圣经有甲咱讲，咱爱思考人生暂时搁有限。请咱大家台语来读4篇、90篇、10节，搁12节，咱做伙来读啦吼。阮的岁数不过是70，若勇行通到80，总是阮会通花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在飞。10000年久就过去，佫12节咯。求你教示我，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我得到智慧的心。所以圣经吼，才甲咱讲咱爱思考吼，咱人生短暂啦吼，生命无常，咱年长的基督徒吼，就爱学习摩西的祈祷，求上帝的圣神吼，赐予咱有智慧的心。来教示咱怎样算家己的日子，因为全能的上帝吼，伊就是起头，伊也是煞尾，所以上帝对起初直到落尾万项事，伊全然拢知影，所以咱一生的结局，拢是伫上帝的恩典中，所以咱才着爱上帝来祈祷，互咱有智慧，通知影要安怎好好善用。上帝所赐予咱这时间，要安怎伫伊的旨意内面来为人处事，会通过一个有意义、荣耀主的名吼。第二项，咱只有10项，慢慢来看。第二项就是吼，咱年纪大的基督徒，咱爱保守心灵的健康甲平衡吼。咱请读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所以，阮无累志，阮的外体虽然败坏，若是阮的内心日日换新。咱生活伫这个世上吼，光阴快过，人快老。咱的身躯肉体退化非常紧，但是咱的心灵的进步成长速是非常慢啊。所以，当咱年纪咧大，咱可是较有需要伫咱的心灵3方面来保守健康甲平衡，互咱伫咱的生活的顶面有适当的平衡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吼，伊对健康的定义啊，健康吼，毋仅是平时爱注意饮食、保持运动，身躯无毛病若定。健康吼，也是包括会当适应这个社会制度甲道德观念。健康嘛，包括爱应付咱日常生活的压力。昨下我坐咧看后录影，我实在是压力山大啦吼。所以吼，咱得爱学习讲伫社会内底吼，
当老人，会当甲别人和平共处做伙这嘛是健康的一项。所以咱要注意保持生活的平衡，保持身躯健康的状态，才会当较方便去完成上帝予咱各种的运事，也是咱家己的兴趣。如果身体若失去了健康，那么你退休了逐项的生活的规划啦，要去出门旅行啦，要去钓鱼啦，要种花啦，要踅街等等，若无保持有身体的健康，无采当你有18般的武艺拢无法当好发挥，各种的活动拢会受到真大的影响甲限制。咱今仔社会已经进入到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元社会这个后现代文化的精神，因是主张反对体制、反对权威，常时伊认为讲无有客观也是绝对的真理。所以民主时代你讲2+2讲82+2=4但是民主自由、民主时代个人自由所以2+5=5 2+2=6，我欢喜得所以这个时代有足侪的少年人受到这种的思想的影响，所以伊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咱传统上所谓的敬老尊贤，这个观念已经过时因此呢，因若称呼这个年岁老的人叫做老岁仔人并无啥物毋对啦咱毋免啥物心怀不平。若是尊称你一声老先生、老太太迄是表示对方足有教养现代人、少年人骹手马领，所以你若上车抢位占位这是啥？自然人本性的发挥咱嘛免大惊小怪。若是咱幸运呢，拄着一个大好人愿意甲伊的座位让互咱坐，会记得甲人讲谢谢安尼。所以年长者年老的人千万莫要求别人讲你着应该安尼做啦，还是讲你应该着毋通安尼做啦。咱如果若会当调整咱家己的心态，来准备适应现代社会这种的状况，这也是属于身体健康的一部分。所以圣经有甲咱讲，咱的身躯是圣灵、圣神的殿，所以咱应该珍惜上帝的圣殿。咱爱维持生活作息的健康平衡咱爱拍拼来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才较方便来为主做见证，来传福音。迄是心的方面，但心的方面呢？心包括情绪，甲对价值观的理解。咱知影现在是一个全球化、资讯进入 AI 人工智慧的科学时代，所以咱即马无论是工作啦、要徛起啦、要休闲啦、就学啦、医疗啦、要餐饮啦、要踅街 shopping 买物件，拢是电子化。连即马去餐馆食饭嘛得爱用手机扫迄2维条码QR code， 才会当点餐，无你无通食。现在的人是讲究快速因要用上短的时间来换到上大的功效甲利益。但是呢，这对年纪较大的人来讲因为电脑科技的资讯日新月异逐天咧换新咱对咱年纪大的人有一寡力不从心，咱对袂着迄个时代快速的进步，来不及来学新的事物无法当建立新观念。所以呢，咱年长者总是爱啥？爱提起古早的代志。咱拢爱讲想当年是安怎历尽千辛万苦，搬山过岭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安怎奋斗打拼成功，才会光荣的历史。所以老人讲话常常爱讲过去讲了就念伊袂记住英雄不谈当年勇过去很了不起，现在已经起不了毕竟过去要达成目前现实的利益更较实际，所以咱
年纪大诶人，若是一在中福，常常要讲我过去有偌厉害遮话题吼，毋是人人拢爱听，爱适当的适可而止吼。反正呢，咱年长者爱学习与时俱进，国语我讲得做歹，爱尽量吼爱对着时代，爱吸收更较侪当今创新的观念，通来适应这个快速变迁的世界。如果咱老人若愿意谦卑家己，承认家己的不足，认真学习新的事物甲新的观念，佫会当来欣赏后一辈青年人的能力，会当接纳少年人因努力的成果，尊重遐年轻的人的成就，这种的长者就有福气啦。伊必然会当得到享受上帝所赐的福乐。第三项呢，咱过来看伫灵性的方面，圣经甲咱教示讲，属灵的人乃是性命平安。请咱读第三段的圣经节，罗马书8章6节，甲哥林多书2章13节。因为体贴肉体是死性，体贴圣灵的乃是性命平安。哥林多2章13节。所以，阮对属灵的人该说属圣神的事，毋是一定人所答的智慧，是用圣神所答的话。基督徒上第重要就是灵命、灵性的更新年岁愈悬呢，咱就愈接近上帝，所以灵命应该还佫有较悬的悬度才对。咱年岁愈大，就爱愈会晓体贴圣神、圣灵的事，就会通更较体验着主的疼的管辖。所以圣经直接甲咱讲这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的人？就是讲伫咱的生活、咱的行动有顺从圣灵、圣神的人。所以基督徒就是有圣神同在属灵的人。那么圣灵呢？圣神会当带来真的智慧，会当互咱更较尽心来认捌上帝，会当更较明白上帝属灵的事啦。所以当咱学习要注意要体贴圣神就会当发现咱内心有充满主的平安，咱的生命会经历到主内底的丰盛。所以基督徒一生拢爱继续不断来顺探圣神的引带。那安尼呢？咱无论伫任何的境遇当中，咱毋领靠着圣神，毋领会当得胜这个世界黑暗的关系，咱靠圣神也会当赢过死亡阴影的威胁。所以咱老人毋免逐日拢干那惊，要安怎翘起？靠圣神内底就有生命有平安咱过来看第四属血气的人。袂当领悟，袂当晓悟上帝的恩典。咱看做一堂念哥林多前书2章14节属血气的人袂通领受对上帝的神来的恩赐，这个恩赐对伊来讲是虚妄的，无法度了解，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会通领悟对啦。属血气的人就是啥？只讲遐也袂得救的人，属血气的人，敢若有天然人属世的性命，因为因无欢迎属灵的事，因看待人生亲像逢场作戏，所以因要继续享受这最终之乐，至到呢失去了对属灵的敏感度，所以属血气的人对伫耶稣是假和国外所显明出来的福音，因无法同行晓悟，无法度通做出正确的判断。反正呢，因选择用自我的偏见来摆脱十字架的真理，拒绝接受上帝的救赎恩典。因为属血气的人就是按照着因的本性，追求虚荣甲财富带来的最终之乐。因为结局就亲像传道书所讲的，拢是空虚，拢是掠风，拢是
有风所引所以，咱做基督徒的人有需要来向人传福音，咱就是望有一日上帝会当拍开因属灵的目睭，互因看见到这属灵的奥妙。醒悟人的生命是暂时有限，互因会当悔改来到主的面前，来经历上帝的疼，甲上帝的恩典，互因会当领受人生永远真正的福乐。那么圣经有咱表明，属灵的人才会通凭着信心领悟、晓悟上帝属灵的事，并且会当明白上帝救赎的奥妙。什么是上帝救赎的奥妙呢？这就是圣杯上帝伫永世中有备的救恩，这真重要。这救赎的奥妙就是圣杯上帝伫永世中间所有备的救恩。圣囝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成就的救恩，圣神就将这个救恩光照感动人得救来施行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救赎的奥妙，就是圣杯、圣囝、圣神三位一体同工合作所成全的救赎恩典。这也是咱整个圣经内面救赎历史的总原则。这也是基督徒咱得救的确据的确据。简单讲，咱一个人会得救，就是因为圣神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并且将基督伫十字架所做成的救赎大功劳，来感动人为着做悔改，来归信主耶稣，互人领受上帝的平安，甲伊所应允永远的活命的恩典。所以咱基督徒无论男女老幼咱拢是耶稣用重价甲咱买赎倒转来，咱应该用咱家己的身躯来荣耀上帝。所以咱的生活方式，咱的处事为人咱毋仅爱向家己负责，咱嘛爱向上帝甲世间人负责。因此呢，基督徒的一举一动拢爱活出有新创造的人的样式，爱顺服伫圣神的引带甲帮赞，来活出有基督分享的慷慨，来应神益人。第五点，咱讲到今仔的主题，专心跟对主的心志请咱读民数24章24节。独独我罗加力，因为伊令我有一个心志，完全对我要带伊入伊所行道的地，伊的后也要得到伊个地做业。咱圣经内底有真侪年长者年纪大的时阵，犹原人心袂软会当为着上帝做大事就亲像咱所拄则读即个伫约书亚内底即个加勒呢，伊伫85岁的时阵佮约书亚自告奋勇，伊要出征上界困难征服的地理，要挑战上界困难对付的敌人，就是住伫关山地带的巨人关大人阿拉族，有点拿袂出。虽然呢，家己知影伊头前有挑战、有困难，但是伊拢总无胆兄、无惊兄，伊勇敢选择来到上帝的面前，甲主同行所以完成上帝所应允要互伊得到的产业。上帝毋仅伫民数记拄则遐有宣告讲，因为加勒有一个专心跟对主的心志。伊甲伊的后裔，拢要得到所应允的基业咱今仔日呢，要来分享圣经另外一位人老心未老，甲主同行，
诶信心伟人吼，就是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伫所有诶圣经故事诶人物当中吼，除了摩西以外，阿伯拉罕伊诶为人处事甲伊诶故事呢，受引用伫新约圣经内面，成做咱学习诶模范。差不多都无有其他诶人会当含伊相甲比拼。圣经吼，伊称呼阿伯拉罕，因为伊因信称义，因信称做义，成做咱信心诶老爸，也行做侪国诶爸。新约雅各书吼，将阿伯拉罕称做上帝诶朋友。世世代代基督徒嘛称做阿伯拉罕诶后裔吼，加勒泰书，可见阿伯拉罕伫圣经诶救赎历史诶顶面，伊诶重要性甲伊诶影响力有偌大。有一本以色列传统诶册吼，叫做米士那吼，米士那吼，米士那内面吼，伊就记载阿伯拉罕诶故事吼。阿伯拉罕少年诶时阵吼，伊住伫乌尔五珥，台语叫做珥城吼，珥城五珥啊。珥城是加勒底地区内底诶首都，甲伊诶商业中心。当时伊也是拜过神诶中心。当时呢，阿伯拉罕诶老爸塔拉住伫珥城吼，开着一间咧贩卖神明偶像诶专门店吼。拢卖遐偶像，互当地百姓会伫因厝里诶神龛啊、红架桌顶咧拜拜。这个偶像吼，是用金银是木材诶石头雕刻诶。这神明偶像诶照片吼，咱若去看迄考古学所集诶遐资料内底，就看到这偶像诶相片吼，足类似咱台湾民间宗教诶庙内底遐牛头马面，遐乌白牛像七爷八爷，看起来吼，真像遐邪神恶煞，逐个面貌凶恶啦，青面獠牙，鼻孔乌扫扫目睭面乌迄种吼，看起来会互人毛骨悚然吼，会记着要背。所以阿伯拉罕老爸塔拉吼，规间店吼，拢摆甲甜边拢摆遮形形色色诶新鲜特色啦，妖魔鬼怪，各样各类诶偶像，咧卖互遐道亲信众，互遐善男信女来经因家爱要拜诶偶像，倒转去因厝拜。伫即本米西那犹太人诶文献内底也有提到讲吼，塔拉伊所经营即个偶像生意诶店吼，发大财。但是呢，阿伯拉罕吼，伊却是完全拢无相信这个偶像是神明。所以吼，话讲到有一日呢，阿伯拉罕诶老爸伊伫要出外吼，要出门去外地，伊就甲店面诶生意吼交代吼阿伯拉罕讲吼，讲阿伯兰，迄个时阵阿伯拉罕上帝还未甲伊改名，所以讲阿伯兰，我伫要出外去某一个所在吼，我永远较会转来，所以你呢爱好好啊帮我甲店生意顾好安尼。等阿伯拉罕等因老爸仔出门诶时阵吼，伊就甲店门关起来甲摆伫迄机仔顶面所有诶偶像，全部拢甲塞冰顶涂骹。所以遐石头啦、遐插头啦、迄神明哦，倒伫涂骹，画长手、画长骹啦、画含头壳拢长去等甲因老爸倒转来开门一看规涂骹拢是偶像诶断肢残骸，乱七八糟大发雷霆之咯！伊讲，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谁人做出这代志啊？阿伯拉罕就讲你无伫诶时阵这神明开始就冤家啦，吵尾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彼此拍来拍去，结果拍到后长头、长骹、长手四分五裂安尼啦。他讲你莫搁骗我咧，这是用石头啦，用插头做拢死诶物件，较有可能会开除冤家。伊若要性命，较会动手会相拍。阿伯拉罕伊就趁迄机会讲因既然也无性命，是死诶物件。为什么你还阁相信伊是神明？为什么你要卖这死诶偶像，互人去拜拜？所以咱就知影，阿伯拉罕
当时住伫嘉义地这个城市吼，迄是规个部落的人拢足流行足时间咧崇拜五常神明。啊，嘉义地迄所在吼，迄人无所不拜，啊，敬拜太阳啦、月亮啦、星神啦，啊，风雨雷电各种自然界的现象拢拜。所以规个地区呢，拢总是遐观星望斗啦，遐灵媒当机啦，遐算命卜卦的啦，交鬼牵亡的，到处拢是充满着迄迷信迄种的景象。那阿伯拉罕呢，住伫嘉义地即种强烈迷信的背景的内面，独伊一个人无受影响，会当讲哦，众人皆迷他独行啊。逐个人拢迷信伫咧敬拜假神、敬拜偶像，敢独伊一个人慎思明辨，伊得要找求对本质上来分别，什么是真的神，什么是假神，有啥物无共款啊？因为呢，真神造人啊，假神人造，真的神是创造人，啊若假的神是人创造的。假神呢，是按照人伊家己的想象甲伊的渴望、伊的愿望所塑造出来，为着要做家己崇拜的、甲要挖靠的物件，啊，为着伊家己的个人的利益，啊，伊要拜偶像。但是真的神呢，是自有、永有、永远存在的。所以真的神是灵，啊，真神是灵哦。咱若伫迄个约翰第4章就得着。伊是超越物质、超越时间，独立伫宇宙万米的范围的顶面。所以当时呢，敢若独阿伯拉罕，伊有认真咧追求真理，伊有严肃来看待迄个纯真的信仰，所以伊就存着谦卑敬畏的心，热切要爱去认捌迄个完全真正的神。因为伊知影，只有迄正确的崇拜的对象，正确的崇拜的对象，这个信仰才是真正会当互人安身立命、安心立命。这个敬拜才是真正会当做咱人生终极的价值甲最悬的意义。所以呢，圣经伫以赛亚书有记载，当上帝咧呼召阿伯拉罕的时阵，就是这位荣耀的上帝亲自来访问伊。上帝家己阿伯拉罕显现，上帝单独选调阿伯拉罕。所以咱来看第6段圣经哦，以赛亚书51章20，咱做伙来读哦。想看恁的祖先阿伯拉罕，甲生恁的撒拉，因为伊孤单一人的时，我拣了伊，赐福伊，互伊家天济济。你看，上帝是单独的时阵，孤单一人的时阵，独一个人选调伊、拣调伊。因为阿伯拉罕伊伫单独面对上帝的时阵呢，伊是用心灵诚实来面对这个独一的真神。阿伯拉罕伫上帝的目睭内呢，全世界上帝认为全世界，敢若伊的信心的表现上介好，所以上帝喜悦他，上帝欢喜伊，所以上帝呢就直接对阿伯拉罕做个人的报道。上帝的话语临到阿伯拉罕的每一句话呢，也是上帝予伊的每一个应允，阿伯拉罕拢总完全无怀疑，全盘接受。所以呢，上帝每一句话拢诚做伊的命令，阿伯拉罕拢真心实意去顺从、去遵行吼。安尼，上帝就感动伊，呼召伊。甲伊对大河迄边，甲伊带领出来，带伊到迦南地，并且应允要互伊成做侪国、侪人的信心的老爸。所以阿伯拉罕伊领受上帝的呼召出去的时阵，圣经讲哦，伊甲上帝同行，伊完全遵趁伊的带领。所以伊到每一个所在的时阵，伊就伫遐为上帝起一个祭坛。
所以亚伯拉罕伊不断咧起这段，伫遐祈祷奉献敬拜上帝，就不断来赐福互伊。亚伯拉罕伊就是怀着信心离开这个以城，伊过时阵就表示讲，伊的身份甲伊的生活爱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亚伯拉罕对当时伊伫遐安居乐业定居伫个高度文明的以城，伊受呼召了以后，就爱变成做一个脚卡的，爱住伫旷野漂流。以前伊伫遐有家大间的豪宅，有真侪的财富。伊即马出来，爱变做到旷野世界所在，遐搭帐篷、搭布棚，每日爱过着迄简单朴素、游牧生活吼。所以希伯来师傅讲，因为伊望有地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起造的，就是那天上更美的家乡，就是伫天顶所无比搁较水的家乡。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吼，因信称做义吼，就成做咱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咱毋尔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咱嘛看到伊一生中拢甲主同行，并且伊嘛将这个信仰代代相传哦。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呼吁，要互万国万民得到福气。到尾要达成上帝伫应世中所定义创造的目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嘛，成做历世历代基督徒信仰的模样。因着信，因为信来称作义，即句就成做咱圣经真理内面上重要的核心教义。圣经中上重要的教义，就是因信称义。请咱看第七，就是讲，互无变做有的上帝哦。咱读罗马书4章17节，照圣经所记载，我有互你做万民的祖先。这个应允伫上帝面前有效。亚伯拉罕信这个互死人搁活，搁互无变做有的上帝。亚伯拉罕会当称作信心的老爸，伊是当之无愧。因为亚伯拉罕是咱人类历史的中间第一个相信上帝会互无变做有，会互死人搁活的上帝。圣经记载，伊是这个信仰第一个人。在亚伯拉罕所信仰的上帝是自有应有的上帝，所以上帝是啥？伊讲出就有，命令就徛在，他所有就有吼，命立就立吼，迄中文吼。既然上帝有这么至权的权柄，甲无限的大能，所以上帝当然会当互无变做有，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上帝一定会成就。所以呢，亚伯拉罕上帝在呼召伊的时阵，伊就做有信心，伊欢喜回应上帝这个呼召。伊必来说讲哦，当伊出去伫异地伫外邦异地做人客的时阵，伊也毋知影要去倒去，伊就是凭着信心的目睭，有看见。伊透过暂时物质的世界，伊看到永远的未来。所以上帝应允要互伊行做伊的基业。所以亚伯拉罕伊第一个信心呢，就是上帝应允要互伊有真正家己的护士啦。当时的亚太太吼，撒拉吼，已经圣经讲伊年纪老迈，未经断绝啦，伊超过生育期啊。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吼。圣经讲，伊伫无通仰望的中间，对仰望来信。所以直到亚伯拉罕年纪差不多要到100岁时阵，上帝才实现，互伊对无变有的应允，生一个囝以撒。这段期间呢，亚伯拉罕至少等差不多120天，可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吼，毋是一时出现的冲动咯，伊乃是经过经年累月坚定继续。久久长长的信心，上帝才赐福互伊的，互会要生团济济，遍满全地。而且
迄个上帝所应允真正要互万国万民得到福气，真正好诶，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对亚伯拉罕诶后裔所出诶。第八项，咱过来看，要互世人过爱上帝，咱来读以弗所书11:19节哦。亚伯拉罕想讲上帝会通互以撒对世人中过爱。所以，通譬如讲，以撒是死搁倒转来。亚伯拉罕第二个信心哦，就是起死回生，会当互世人搁活的上帝。当上帝伊试验亚伯拉罕，讲要将伊的独生囝以撒来献祭的时阵亚伯拉罕伊就顺从伊就顺从。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是生命的源头，甲生命的主宰，所以上帝毋仅是创造的主，伊嘛是赐生命的主，享赐互咱人有生命，万民有生命的主。所以亚伯拉罕伊相信上帝是互世人会当搁活的上帝。伊即个愿望的信心会放伫伊的心灵内底、深深的内底。所以，伊拢总无丢除就甲以撒要献互上帝，因为伊相信上帝必然会当互伊死去的囝对死搁活，直接讲互伊死搁倒转来安尼。当然，伫献祭亚伯拉罕咧献以撒的时阵，迄爸囝亲情的关系顶面，伊大概嘛无思想过讲，这对伊讲起来是有偌大的难处。但是呢，因为伊的信心，互伊会当超越这难处。信心伟大的所在呢，就是会当互人伫困境中帮助咱，会当坚持来向前迈进。亚伯拉罕因为对上帝的话充满有愿望，因为伊对上帝的话满有把握，所以亚伯拉罕就拢完全无抵抗，完全顺服，将以撒要献给上帝。总是呢，上帝疼世间人，所以这是伫伊应许中的旨意，已经定义要来为咱人类提供救赎的大恩典。所以上帝呢，伊就家己先预备一只羊羔来代替以撒的献祭。上帝既然伫应许内面又定义要拯救世间人，所以伊已经为人类准备伊的救赎恩典。安尼呢，上帝毋免人甲独生囝献互伊做祭物，反倒转来，上帝将伊家己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献做挽回祭，为着咱每一个人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互咱会通借着基督的代死替咱死，罪通得到赦免；会通借着基督的搁活，成做咱甲上帝的中保，互咱会通甲上帝亲近。互咱会通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会通进入迄光明的国度，成做上帝的囝儿。请咱再来看第9段，基督徒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咱来睇书3章29节，恁若属基督，就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照应允来做后嗣。圣经有咱表明，咱信福音属基督的人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拢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亚伯拉罕的一生有经过侪的考验甲试炼，拢表明因信称做伊的信心，毋仅是成做咱的信心的老爸，也会当成做咱信心的典范模范。既然领受福音信主的基督徒，就是独用信心做咱生命原则的人，拢要称做亚伯拉罕属灵的囝儿，就是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第10就是咱来看做一个有智慧、有
见识的老人吼。那告诉313载，恁中间什么人智慧见识的啊，若有就用谦卑甲智慧，通过家己的好品行表现出来。我即摆用伫个中文的，安尼好。咱爱学习啥？加力学习阿伯拉罕用专一的心智来跟对主，来甲主同行。互咱会当学习一个专心活过上帝的生活，互咱会当活伫圣神的内面。咱若安尼，咱的生活就是有迄个丰盛的生命。检采咱有人因为艰苦病痛，有人因为失去伊亲爱的人来悲伤，来痛不欲生，非常艰苦。但是呢，咱的做基督徒，因为咱有主的同在，甲主的安慰，所以咱伫地面上若失去咱所爱的人，咱袂到孤单，因为呢，咱还阁永远活的愿望。咱将来伫天的厝，咱要阁伫主的厅内面相见面。所以基督徒年纪若大咧，咱还阁有爱有工作去做吼。乌古斯丁吼伊安尼讲，讲咱伫地面上工课若做无煞，上帝是要接咱转去天面。安尼爱落遐拖沙的，免是紧转去。咱敬靠上帝的人吼，无论是少年还是老人吼，无论咱踮伫丰盛，还踮伫卑贱，无论咱是富裕还是丧乡，咱拢是属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底的人。所以，伊所应允要互咱的恩惠，拢总会成就。咱无论年纪大年纪小，咱拢爱做一个甲主同行、跟对主脚步的人。所以，咱所会通为上帝、为主所做的任何的代志，咱无论做啥物货，为着教会所做，为着上帝所做，包括为着教会来祈祷，为别人来代祷，拢是上帝所看重的，拢是神圣有意义的工课，也是要为着咱借着服侍来荣耀上帝。所以呢，当有一天咱若离开世间的时阵，上帝要评价咱即世人，咱的一生，上帝毋是讲看咱留伫银行还有偌济的存款，也是咱阁有存几栋楼仔厝、房地产，这名利、这地位无啥重要，上重要的就是讲咱甲上帝的关系，因为主所看重的，毋是讲伊回收偌济的成果来做标准，上帝乃是看伫咱敢有尽心尽力的侍奉态度，因为咱这一切侍奉的果效的效果，毋仅会当肯定咱家己即世人人生的价值，并且嘛会当激励后一代的人，同时这个果效会当自积伫天顶，成做永远的福气。所以，见若忠心尊称主所教示的人，就亲像马太25章甲恁讲，讲主要称赞，要讹乐伊，讲你是个善良、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咱所有信靠上帝、顺服、仰望上帝的人，到尾拢会得到上帝所应允这个更较丰盛、永远的生命。阮来时吼，时间存还佫存足济，请咱先祈祷，我来甲你讲。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啊，恳求你指示阮，知影孝顺家己的日子，互阮会当得到智慧的心，互阮会当有更新变化的心意，互阮的疼心，互阮逐项的见识顶面。甲阮的灵命做伙成长，恳求主你帮助阮，叫阮所会来尽心服侍你。虽然阮年纪会渐渐老迈，恳求主你也加添阮的力量，互阮的日子怎样，阮的气力也袂安尼。
阮有缘会当做你所呼召阮要做的工，因为你是阮心内的力量，佫是阮的福分，直到永远。恳求主你坚固阮的信心，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所应允，互阮永远活命愿望，互阮时刻拢会当学乐来主你的大观念，甲你的恩惠无煞。恳求主听阮的祈祷，安尼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